后来乡亲啊，日月潭进前无雨水，这个水位降到历史的上低点。 加在黄酸雨的方面带来大量的雨水，所以日月潭的水位回转来了，敢若差2公尺就满水位。南投日月潭的美景转来啊，会使自湖水看到天顶的白云，搁有水位的支票高只水鸡，上下卡的迄只水鸡已经会使啉到水啊。我觉得日月潭水位满了，我比较开心。 日月潭的美景真有名，煞拄着台湾半世纪以来上严重的空旱，水位降到历史新低，敢若剩733公尺，差一点仔就无法度水力发电。大口口的景象会使看到边仔黄土，搁有大草坡，高只水鸡湖底嘛看现现。好佳在有梅雨方面带来大雨，日月潭的水位已经有746公尺，差2公尺就有满水位。全力来做一些码头浮排相关设施的一个检修。 维护解封之后，那我们会尽量来配合，看能不能够来让水社一达少啦这个主要的码头能够配合来开放营运。高只水鸡目前咧维护时间，按算7月底就会开放。梅雨方面，唔纳入日月潭的水，苗栗的里鱼潭水库，因为靠岸跳水率原本存无偌济，水库已经大甲看起来那一个大结局。即马跳水率增加来到41.1%，水位冇增加，搁20公尺就满水位。是280.3左右嘛，满水位是300。 未来几天也是有可能的落雨，嘛唔望刷落来风台季会使带来真济雨量，来互水库弄到满水位。